来看2022年推出便当贩卖机的好食果公司，这礼拜发生分店无张持倒店的代志，员工讲拢无摕到薪水，社单的董事长嘛失踪啊，伫办公室留遗言，可能是财务出现问题。台中市劳工局证实讲，这18个员工无摕到薪水，会安排劳资争议调解会议。 不管是台中还是高雄的店面，铁门拢摇落来停止营业。去年盛大推出便当自动贩卖机的好食果公司，传出财务有问题，无成通知就关起来。我们在新北市、台中市以及高雄市，目前有4家的无人商店。 供应的智能贩卖机会当提供烧烫烫的便当，对订餐、提餐到结束，拢唔免含人接触，用一支手机就会使。搁找有名的艺人来代言，但是公司的员工投诉，社单的董事长这礼拜一就发薪水迄天就失联，欠薪水嘛无纳到健保，搁伫办公室留危言书。7月10号的时候，公司同仁说没有收到薪资，然后有收到薪资，就是说也因为找不到董事长，所以要延后发放。 薪资啊，那时候同仁其实就有觉得有异状了啦。总公司那边的会计的回应是说，我们的董事长就留了遗书。会这样会有点错愕吗？对啊，想说怎么奇怪，怎么分不开？民众看到店关起来嘛，带一个台中市劳工局是证实讲，好食果台中总公司是欠18个员工6月到7月11的薪水，其中9个人已经申请劳资争议的调解，将紧速安排劳资争议调解会议予以协助。 如事业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出席调解会议，将依法予以处分，并后续协助劳工争取工资垫偿基金，以保障劳工权益。劳工局强调，这个公司已经向劳工局来办理资遣员工的终止契约，终止日是7月2日。理由是劳基法第11条，业务亏损还是业务紧缩，会较紧来安排调解会议，而且争取工资垫偿基金。台中的警方嘛讲有接到报案，即马已经启动紧急找人，查这个社单的董事长人伫倒位。记者郑夏报道。